对于赛车的人来讲，上界头疼的就是停车的问题咯。台南市政府是全台湾头一个推出智慧化路边停车服务，目前有11000架，覆盖率有到78%。市政府表示，讲明年要冲到9成。另外，也在推出着台南好停车 App， 要让民众会当随时掌握这停车机的资讯。一支一支的智慧停车条，伫咧台南市区侪所在拢看得到。台南市交通局为着要让民众更加好停车，引进智慧停车条，方便民众马上地当纳停车费。另外，嘛，一般的停车位带地址，掌握停车格使用的情形。交通局讲，设停车条买当弥补收费人员报告的问题。它可以提供现场的即时缴费，那也可以提供即时格位的一个查询哦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全台南市有4000支哦，这个是全国规模最大、数量也最多哈。台南市全市有14000个停车格，交通局对108年开始推售，目前智慧停车条甲地址的数量拢总有11000个。交通局表示，覆盖率已经完成78%，目标要伫咧明年完成9成。虽然讲建地的数量是全国上济，不过民众有无同的看法。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应该是比较方便啊。然后研究了快要半个钟头，我才发觉它是需要悠游卡。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悠游卡，一卡通没有悠游卡，也不方便现场使用 Line Pay。事实上，直接把车辆开走哈，一样都可以到我们超商去做补单。找停车位常常爱开真侪时间，交通局嘛推出台南好停车的 App， 内底会使查到倒位有空的停车格，嘛会使掌握到离你上近的公民营的停车场，提醒民众找停车位的时间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